过年时啊，真侪人会办会。台北市宣布要打造无粉城市，头一个示范区就是迪化街年会大街，市郊大路边甲电话卡拢袂使食薰。日头出来，礼拜二过到了，未少人到迪化街上款踅街。虽过了春节都要到，迪化年会大街也一定会有大量的人流。北市府的规划伫去年推动无粉年会大街的基础上，佮扩大禁粉范围，佮会加做市长周万安无粉城市政策的头一个示范区。对这里的空气、对这里的环境是都很有加分。毕竟还是有些人不喜欢闻二手烟，就像我也是。大家都会有遵守啦，大部分啊90%几啊。多数民众拢认同，点头也认为成效袂歹，不过也有点晚。杜校表示，因为无编卡广告会当不分区，造成食薰的人转去行啊，形成乱档分散问题，增加管理难度。经过了解，禁分区增加明乐街、西宁北路、南京西路、甲民生西路范围，部分区原本锁定用乐市场外，也是大丢条码头，不过拢受到反对，所以还未定案。在公园社里长也不同意了，天道汤说要说在大稻埕码头，我也不同意。为什么？没有作用，联货大街那个距离拉太长，至少要有一个专区嘛。有些抽烟你也要让他有点尊严吧，不然像过街老鼠一样，我觉得很不好。食薰的人表示，希望伫无影响他人的情况，家己的权益甲需求也爱互尊重。北市卫生局强调，会继续甲在地协调。吸烟区的一个设置，一定要跟地方来做沟通。吸烟区的一个设置要离民宅有一定的距离。有没有空地？有没有办法设室内？它应该是要有更完善的配套措施。学日本，不要只学一半。那列机关拢指出，年会大街是开放空间，而且自相混合。若要学日本设置不分区分流，爱研究好相关的配套措施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